咱即摆要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9到第33节。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只得成，伫地里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传入伫刺，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以上愿上帝祝福照伊话去行的人。接续咱蔡主任牧师要引出互咱的信息是耶稣论祈祷，愿人拢尊你的名圣。请咱大家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主甲是咱的祈祷文，特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搁一遍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阮恳求主你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当照你的话去行，来荣耀你的名。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主甲是咱的祈祷文，咱要来看这个祈祷文的第一个祈求。咱顶回有讲到祈祷文的对象是咱伫天顶的爸，然后咱来看这个第一个祈求，就是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还是讲愿你的名圣。要看这个祈祷文进前咱来明白主甲是咱的祈祷文，伊总共有6个祈求，咱会当来分做2个部分。头前3个祈求是第一部分，后壁3个祈求是第二部分。然后这个祈祷文因为分做这2个部分，伊帮助咱去了解、学习祈祷是有一个顺序的。咱看起着头前3个祈祷文，是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还是讲愿你伫地上、世上掌权。第3个是讲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这3项祈祷是甲上帝以及上帝荣耀有关系。就是讲，咱伫祈祷的头前是爱尊荣上帝，然后伫祈祷的后壁面是甲咱实际上的需要有关系。这3个祈祷是：我的日息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伫刺，来救阮脱离迄个歹。这3个祈祷是甲咱实际的需要有关系。所以，这咱提醒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咱的祈祷爱将上权的地位献予上帝，这是达先爱求的。然后，才倒转来提出咱真正的需要甲期待，对上帝显明，对上帝表明咱的心意。这甲耶稣基督伫马太福音书第6章33节甲咱讲的，讲恁爱达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然后咱所需要的，咱真正的需要，上帝拢要加添予咱。所以咱今日第一样学习就是讲，咱无论是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祈祷，或者是咱平常时咧祈祷的时阵，咱来明白这个顺序啦。咱先归荣光予上帝，求上帝的国家伊的义，然后才求咱实际上的需要。咱今日要来看的题目是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而且是讲咱的翻译是愿你的名圣，这是讲起着名啦。咱知影名其实对咱来讲是真有意义的。咱中间所有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啥物种族，无论你对倒位来，咱拢有一个名，对无？名是咱会当互人称呼咱。其实名有真有意义。今日这个祈祷是。焦点是伫上帝的名，但是咱头先来看名的意义。
通常名吼是代表人的存在甲价值。一个囡仔一出世，父母也是讲长辈，大家号一个名，表示这个世间加这个人。甚至咱的法律规定，咱爱去户政事务所办理登记，表示这个人开始有法律的地位。你若要去登记，你就要有一个名嘛。名是代表一个人的存在甲价值。你要学到一个人，你学到这个人讲你做啥物代志真好，你唱歌真好听，咱拢会用伊的名来学到伊。甚至一个团体嘛有名，比如讲咱妇女合唱团，今仔咱鲁湾合唱团，这拢有一个名。咱要骂一个人，要侮辱一个人嘛，是用伊的名。所以名是代表一个人的存在甲价值。甚至这个名毋是用一世人尔，佮延续落去。人讲好死老皮人死老命嘛。所以名是代表一个人捌存在过，以及伊的价值。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名咧号名的过程中间嘛拢代表一个期待甲祝福。因为咧号名的时阵，拢有一个意义啦，拢有一个期待，拢有一个祝福。因为咱名是要用真久嘛用一世人甚至咱肉体死亡了，咱继续这个名留伫的留踮一寡人的心内甚至你若是真伟大的人物，会留踮一寡教科书内底。所以名拢真慎重啦咱咧号名的时阵拢真慎重。我毋知咱敢嘛号过名我是捌号过几个啦比如讲我的囝名，我甲吴顺流参详来号的最近我去年离开富强教会进前富强教会一个长老，伊讲牧师我拜托你一件代志我10月要做阿公啦拜托你甲我的孙仔号一个名。我讲这名爱号有意义的爱念起来好听，还佫有信仰意义的我讲是要生查甫生查某？伊讲是生查某的10月份要出世你们知号名比写工作比较艰苦上几个月。到尾阮这长老姓吴啦，我拢爱号这个名胡清安因为这吴是一个十一个月一个口啦清是一个日一个月一个主啦安是一个宝盖头下骹一个路嘛我来做几首诗互伊胡家10月多一口日月有主来保守家中有女多平安，喜乐恩典到永久但是拜托你毋通请我来号，因为说比写工作比较困难啦所以这伊讲这名要用真久所以拜托爱详细号，谨慎来号所以咱号名拢是有意义，有一个期待。咱看到圣经中间，上帝嘛捌人改名的阿伯拉罕原本叫啥？叫做阿伯兰对无？上帝来改名，互伊一个有意义改做阿伯拉罕，意思是讲要做济国的老爸。这代表这名代表上帝对伊的期待甲祝福。伊的太太撒来改名做撒拉，意思是公主的意思，表示有尊贵的地位。我记得雅各，我们这个雅各是咧人念这世间的物件，到尾改做以色列，意思是讲真正的人得胜。所以人对名有一个期待长辈号这个名有一个期待所以期待这个人会当活出名的意义但是有真侪人无活出名的意义比如讲圣经中间有一个人有一个好名叫做撒该对无？撒该是一个真好的名，意思是讲公平还是讲正义这个意思但是撒该原本底敢是这款人？毋是嘛？原本底伊是一个抽税抽象的嘛，抽足侪钱歪哥足侪钱嘛。所以来咧叫撒该的时阵，公平正义一点嘛无公平正义。后来感谢主，伊拄着耶稣，生命改变，较真正互撒该变做撒该啦。咱咧号名嘛袂当
无了解伊的意思啦。譬如讲，阮过去有一个小组长，伊来讲，伊想要组一个小组，要号名吼。伊讲哦，最近有一个祈祷诚好，叫做雅比斯的祈祷。我讲，伊讲要合作雅比斯小组。我讲雅比斯的意思，你敢知？雅比斯的意思是痛苦呢。你这痛苦小组，那么规个小组拢做痛苦。雅比斯因为老母生伊的时阵做痛苦，所以来叫做痛苦。但是因为伊知影伊老母生伊做痛苦，所以爱活出尊贵的生命，互伊老母得到荣耀。所以咱的号名其实是代表一个期待甲祝福啦。这是名的第二个意义。名的第三个意义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咱基督徒，当咱接受耶稣基督做咱个人生命的救主了，咱的名变做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安尼讲，伊讲好的牧者伊照着名呼召家己的羊，然后带因出来，伊就行伫伊头前。所以咱的名咱信耶稣了，耶稣把咱的名记了，伊要引带咱行迄个救恩的道路。甚至到启示录21章27节讲，只有名写伫羊羔生命册顶面，才当入去新的耶路撒冷。成做上帝国度的百姓，所以名对咱来讲有重要无？非常重要嘛！这种是名的价值。但是咱今仔日要看的是上帝的名，上帝的名比这世间的名拢搁较高贵，搁较应当敬畏。咱来看上帝尊贵的性命。上帝的名是代表上帝的本质。咱知影咱。一般来讲，咱若尊敬一个人，咱袂直接叫伊的名，对无？拢会加一个尊称。所以，譬如讲，大家叫我，拢叫我蔡正道牧师，对无？袂直接叫我的名嘛。咱中间有一个人敢直接叫我的名，就是阮牧师娘，对无？但是直接叫名是代表亲切的。譬如说，有时咱嘛咧求叫耶稣讲耶稣啊，耶稣啊，救我，迄是代表一个亲切。但是，当咱尊敬一个人，尊敬到某一个程度，咱就毋敢叫伊的名。所以到底咱的上帝叫什么名？咱若看出埃及记的时阵，摩西第一遍去拄着上帝的时阵，伊甲上帝有一个真精彩的对话。上帝差遣伊去以色列人的百姓中间去传讲上帝的意思，对无？伊就对上帝讲。我去到以色列人遐，对因讲，恁祖先的上帝找我来遮找恁，甲恁讲啥物话？因会甲我问讲，上帝叫啥物名？我要对伊讲。这个时阵，上帝就对摩西讲一句话，伊讲，咱的圣经翻译做我是主又应有啦。现代中文有部分翻译做我是创始成终。伊讲主又应有，主人离人。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原本底是讲，我就是我所是啦。意思是讲，我就是迄个家己存在，毋是因为其他条件才存在。我毋是被创造，我是原本底就存在，而且永远要伫地，永远要存在的。这是上帝伊对摩西介绍伊家己。这个字伫希伯来文简单讲用4个字母就是 YHWH 来写因为希伯来文伊是写子音，伊无写母音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真尊重上帝的名，咱的10条诫的第3诫讲袂当滥觞称上帝的名，所以因读到这的时阵，因毋敢拿上帝的名读出来，所以因就伫边注解写一个叫做阿多乃，意思是讲我的主。所以因读到这的时阵，就读阿多乃讲这是我的主，毋敢直接称呼上帝的名。到后来时代演变了，就是这个阿多乃伊毋敢直接发这个 YHWH 这个音伊毋敢发，所以因念阿多乃。后来时代演变了。无人真正知影讲即个音要发但是
为什么咱今日讲叫做耶和华上帝？吼，是因为吼，到尾逐只阿多奈甲即个 YHWH 来合作伙吼，煞变做念做耶和华。其实应该毋是安尼发音啦。你若看天主教的圣经，是翻译做亚伟，比较可能是即个发音，但是实际上咱无清楚。但是对安尼，咱明白讲，以色列人伊对上帝的名非常尊重，到伊毋敢去念伊的名。这是上帝名的尊贵。所以咱今仔日咱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咧祈祷的时阵，咱讲愿你的名圣，还是讲愿人拢尊你的名最圣的时阵，即句话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牧师要分享4项物件，咱来学习。当咱用即个祈祷文咧祈祷的时阵，咱就爱想着遮个代志。咱看12页到咱的周报的12页到13页有即个笔记大纲吼，迄今仔小可有登档去吼，所以恁家己照即个吼，伊顶悬咱写3点吼，其实也有4点吼，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第一项咱爱注意的就是讲，当咱讲愿你的名圣，讲尊主的名最圣，咱第一项，咱爱明白的讲，咱咧做代志的时阵，毋通假用上帝的名。吼，这牧师分做2个部分，甲大家分享。第一，就毋通假用上帝的名去命令别人。咱有时吼，咱为着要说服别人接受咱的话，咱会惊讲咱讲话无够力，所以咱会假用某一寡人的名，讲这是啥物人讲的，来强调即个话的权威性。这我细汉我就晓用啊。阮老母无伫个，我要叫阮小妹去倒粪扫。我讲妈妈今仔命令你去倒粪扫，妈妈交代哦，吼。妈妈交代讲倒顶这支鸡腿是要互我食，吼。我拢会安尼来讲，吼。其实是我想要食啦，我无想要去倒粪扫，所以我假用妈妈的名，吼，因为妈妈对这个我的小妹有权威性嘛，吼。但是若转来妈妈知影了，也找我老讲，吼。咱有时阵会假用人的名，有权威的人的名来支持咱的讲法。若咱伫信仰顶面安尼做是真无好。有的人为着要说服别人接受伊的话，假用上帝的名来强调伊的话。有的人真爱用这种方式讲，我有来自上帝感动，上帝感动我爱甲你讲啥物话，是我祈祷过6礼拜才感受到的，所以上帝意爱你安尼做。如果咱若要安尼做吼，咱爱真细腻啦，吼，因为咱爱明白，咱的感动感真正是对上帝来嘛。上帝若要伫咱中间行啥物款的代志，伊通常拢会互参与即件代志的人有共同的感动嘛。比如讲，一个查某囡仔去甲一个查某囡仔讲。我祈祷真久，上帝老感动，讲你爱嫁我。这查某囡仔来讲，那咱结婚的代志是2个人的对无？等上帝感动我，我较嫁你。因为结婚是2个人，一定爱2个人有共同的感动嘛。所以相反，咱咧使用上帝的话来命令人的时阵，爱真细腻啦。咱宁可较谦卑的讲，我祈祷了，我有这款的感动，但是这是我的感动，我的意见。这件代志甲你有关系，你爱家己祈祷，爱家己追求上帝的心意，这是比较较好的方式。毋通假用上帝的名来命令别人。第2项，咱绝对毋通利用上帝的名来为家己谋取私利。有一寡人会利用上帝的名替家己谋取利益，甚至欺骗别人。咱知影有一寡宗教的诈骗的行动，伫咱的社会中间发生，这是违背上帝旨意，这是严重的罪行。所以，若有一天牧师甲你讲，我祈祷了有感动，讲你爱互我啥物物件你当野吹仔老讲，这是严重的罪行，毋通利用上帝的名来替家己创造私利，这是第一大部分。第2个部分，就是咱伫祈祷中间，毋通滥觞使用上帝的名。
因为这种情形通常是祈祷的中间发生的。咱知影，咱的祈祷吼是对心对上帝祈求。咱伫祈祷结束的时候，咱拢会讲，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的名求，对无？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所以咱的祈祷爱真慎重啊。第一项，咱绝对袂当清清彩彩、马马虎虎、黑白祈祷。咱的祈祷的态度若真凊彩，这就是南山用上帝的名，因为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嘛。有的人食饭祈祷讲感谢上帝，你赏赐我遮尔好遮尔好的食物，我身体得到利益。叫目睭一拍开，讲哇，今日菜色较遐尼歹。祈祷清清彩彩，南山用上帝的名。第二项，咱祈祷毋通为着要满足家己的私欲，无明白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公平公义的上帝。圣经中间讲，恁求也求袂到，是因为恁南山求，要浪费伫恁的宴乐中间，为着家己的私欲来祈求，想要用上帝的力量来满足家己的想法，真无好。有的人赛车爱超速，佮祈祷上帝爱互伊平安。有的囡仔无要读册，学生囡仔无要读册，佮祈求考试互伊考了好。咱来明白，祈祷有一个真重要的基础，就是咱对上帝的信心。圣经中间讲，只要信，恁若所祈求会当得到。但总是这个信心爱有一个基础，这信心爱明白上帝的本性啦。上帝无可能支持伊反对的代志，所以咱对上帝的信心是来自咱对上帝的了解。上帝是一个疼的上帝，但是伊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上帝无可能为着满足咱的心意去做违背伊本性的代志，这安怎来理解？所以第二项，伫祈求的中间，咱毋通滥觞用上帝的名。第三项，咱伫咧讲话的时阵，毋通侮辱上帝的名。咱常常伫讲话中间亵渎了上帝的名，讲上帝开上帝的玩笑。特别是真侪人真爱咒诅这件代志其实真侪人爱用但是咱爱真细腻耶稣基督嘛，根据咒诅，伊有讲出伊的想法咱爱明白，就是讲，为什么要咒诅？就是一个人表明，为着表明伊对家己所做的代志、所讲的话，为着要证明家己所讲的话是真实的，所以伊会咒诅嘛。咱看到我伫我细汉的时阵，迄阵若要到选举，特别选举要投票前一暗，迄阵就有人站街头对。即马较少啊，即马站街头可能有若无市场啊。迄阵拢站街头咒诅。咒毒抓，表示讲，伊所讲的是真实的，伊以后会照伊所应允大家安尼去做，真侪人拢安尼，但是这件代志对咱来讲是，咱爱真实去思考，圣经中间就咱讲，利未记19章12节讲，恁袂当指着我的名发假的咒诅，侮辱了上帝的名，侮辱了上帝的名。就是讲，其实伊咧表达一个，咱所讲话就是爱诚实，袂当讲白贼。若讲白贼的人，佫要用上帝的名来支持伊的白贼，这是违反上帝的心意。甚至到新约的时阵，耶稣基督佫较悬的标准，伊讲恁讲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若佫加讲的，就是出伫迄邪恶的。这是咧对咱讲安怎？讲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上界重要是咱的人格，咱嘴讲是，心就是上是的，嘴就讲是。那心上毋是，你来讲毋是。做耶稣基督门徒，就爱值得咱信任，值得别人信任，无需要用咒诅来支持伊的想法，伊的讲法。这是咱的学习啊。伫教会中间，咱当然。毋是用咒诅，但是咱教会中间
有的情形是爱誓约，有几种情形爱誓约。譬如讲，牧师中职当工要就任的时阵，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誓约。这是真严肃的代志，因为咱是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甲上帝立约啊。如果若清清彩彩黑白回答，心肝所想的甲做出来，甲讲出来无共款，就是侮辱上帝的名。比如讲，长老要就职的时阵，牧师拢会问这长老讲，长老的职务是要协助牧师治理教会，你有要安尼做？当然长老拢讲有啊，咱教会可能无即款的长老，可能有的长老想讲。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我应该是协助教会治理牧师嘛，心肝安尼想，若心肝安尼想，应讲协助牧师治理教会，安尼就无诚实啊！爱真实回应上帝的要求，所以咱爱真实明白地讲，伫教会中间的就任式，这誓约是真要紧。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伫婚礼中间嘛。婚礼中间有相款的严肃性嘛，因为婚礼是一对新人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立约嘛，特别是伫上帝面前立约，就爱教育三款待，爱认真去经营婚姻，安尼即款的婚姻就是上帝所祝福的。所以牧师嘛会问因啊，问誓约的事啊。讲无论人生拄着什么款的情形，是顺境逆境，你拢爱永远听伊，款待伊，诚做你的生命中间另外一半。你有要安尼行无？但嘛讲袂，我也嘛拄着一个讲无爱的，但是心肝敢是真正安尼想？这是上，咱别人每一个人拢会当相信你所讲的，但是上帝真实的当监察咱心中所想。你毋通想讲先应付较讲啦来带转来较讲，袂当用即款的心态，因为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那咱凊彩回答，就是侮辱上帝的名，这是咱来注意的。最后一点，就是第四项，咱来正确尊荣上帝的名。这下面有3点，其实是第一点是总论，后边2点是咱的回应。所以，咱圣经中间应该是讲，愿人拢爱尊你的名做圣。咱来注意哦，这祈求毋是讲上帝的名需要人去尊伊的名做圣，伊开始圣，毋是安尼。伊意思是讲，愿人拢知影上帝的名是神圣的，因为一寡人也无认捌上帝，伊毋知影上帝的名是神圣的嘛。所以，咱用恭敬的态度来尊主的名做圣。咱还有2种回应，就是下面2项要讲的。一种是伫言语顶面爱回应，一种是用咱的生命回应。所以咱爱安怎做？咱爱学乐主的名。圣经中间讲伊的名爱受学乐，所以咱来到圣殿，也是讲咱日常生活中间咧灵修的过程中间，咱敬拜学乐，将上帝荣耀归乎伊，因为上帝的名是应当受学乐的。搁第2项搁较重要，就是咱爱用生活中间的见证，帮助别人认捌上帝。你无可能讲来到圣殿中间唱水的诗歌，学了上帝，祈祷中间学了上帝，叫出去甲人冤家，共款一个喙讲无共款的话，这毋对。更重要就是讲，咱伫生活中间爱做真好的见证。互人羡慕咱的信仰，归荣光互上帝。我说过去捌甲大家分享过，一个什么叫一个信仰好的人？咱一般对信仰好的人，咱来看就是讲，这个人真爱读圣经，真爱伫教会服侍，伫教会内底做真好的见证。这一般来看，这是真好的一个基督徒的标准。但总是真正好的基督徒是安怎？伊出去外面的时阵，别人会当透过伊的作为、伊所讲的话，明白伊背后所信仰的上帝，然后将荣光归乎上帝。这才是真正好的基督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散会比聚会较重要。
咱伫遮学了上帝的名，出去了，咱来借着咱的生命的见证，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互万百姓拢会当尊上帝的名做圣。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求你帮助阮，互阮领受你的话，明白你的话，也当实践你的话。求主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用嘴学到你，也用阮的生命的见证，引出正人来认捌你，尊你的名做圣。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